好多人以為花生只係普通零食，但係荷蘭最新研究發現，帶皮食竟然可以令大腦血流量提升，而且同改善記憶力有直接關係。你平時食花生係咪習慣先剝皮啊？咁就錯晒啦！你有冇試過明明啱啱講完咗佢，轉個頭就唔記得，或者同人傾偈個名明明思考緊就係講唔出。好多中老年人咧覺得記性差咧係正常老化啦，但係其實咧呢個可能同大腦血液供應唔足有關啦。咁腦入邊嘅血流少咗咧，氧氣同營養跟唔上咧，記憶力自然會退步。呢個唔係小事，而係可以預防嘅。荷蘭馬斯特里哈特大學做咗個嚴謹實驗，揾咗31位平均67歲嘅健康長者，每日食60克帶皮烘烤花生，連續16個禮拜，結果用磁共振影像技術一驗，全腦血流量咧平均提升咗3.6%，其中前額葉升6.6%，眶葉升4.9%。呢兩個位置咧，啱啱就係控制語言同記憶嘅腦區，而且佢哋嘅測試入邊，平均多記得1.4個詞咧，呢個係有統計學意義嘅。點解帶皮咁重要？因為花生皮入邊有精氨酸同白藜蘆醇，一個幫血管放鬆，一個抗氧化保護血管內壁，兩樣加埋先有咁嘅效果。去咗皮嘅花生抗氧化能力少足3倍，仲有個意外發現咧，食咗花生嘅人咧係收縮壓咧平均跌咗5度，即係話咧護腦之餘咧仲護埋心血管咧。你可以試下每日食一把帶皮無鹽嘅烘烤花生，大概60克，即係一個手心咁多。但記住唔係額外加，而係用嚟取代餅乾、糖果呢啲精製零食啊。因為60克花生咧就有成350卡路里嘅，咁如果淨係加落去咧，體重同血糖都會超標嘅。咁如果你本身咧係食緊降壓藥咧，就更加要留意自己血壓，因為花生咧可能會令到藥效加強咧，導致個血壓過低啦。最好每日固定時間食咧，配埋均衡飲食咧，效果會更加明顯嘅。帶皮食花生唔單止護腦，仲護心。記住皮先係精華，唔好再剝走佢。